继续来看，这个是艺人博车车，伫19年前发生着性爱狂蝶的事件，就是互女演员卢静加翕本爱狂蝶。当时这个博车车是找歌手叫做郭贵斌甲调解，想袂到郭贵斌甲歪歌，前后甲歪8300万。博车车最近推出着短剧。 伊扮作济公，用笑话的方式来讲当年这段性爱狂蝶的真相。伊讲伊的演艺生涯会一路安尼落车，欠人一大笔的债务，拢是郭贵斌甲害的。先放个菜头粿，然后再加冰块下去炒。对，所以的名字叫做郭贵斌。 真久无看的艺人彭车车来演喜剧，变做济公活佛，替人排忧解难。剧中搁甲2003年本雅狂蝶案编做剧本，认为当年都是郭贵斌害伊欠2亿4000万。用女性要来威胁这个艺人彭车车是不是啊？伊伫2003年，互女演员卢静翕本爱狂蝶，2005年承认是狂蝶案的主角，请歌手郭贵斌替伊协调，送摕4400万。不过事实上，拢讲了8300，去甲直直拍以下，连宝宝嘛互诱来，因为拿了8000多万，两个人各有房产的纠纷。你是不是甲彭车车参与过？爱用你的想买一个，买这个才来过户。 郭贵斌出狱的时，捌要求彭车车加处刑伊。19年前的恩怨纠纷，互彭车车用喜剧的方式来呈现，想要解决这么多年来互误解的真相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